两人惊讶地发现，浩瀚的宇宙中竟然漂浮着一座城市，而且城市里灯火辉煌，居住着成千上万的人类。可令人震惊的是，这座城市竟被一个笑面人所统治，甚至连放学前都得对学生打分。男孩不安地站了起来，走向笑面人。Bad boy, Timmy. 笑面人缓缓转过头。那一瞬间，女孩紧张地提醒他，如果得了0分，绝对不能坐电梯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电梯里那个老头也盯着他，眼睛死死不放。男孩吓得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但当电梯门关上后，男孩竟然出现在了另一侧的电梯门前。他还是倔强地决定坐电梯。刚站进去没多久，笑面人突然转过头，脸上的笑容消失，变成了愤怒的表情。接着电梯开始急速下坠，男孩急得按下了紧急求救按钮。可一切都没有用，电梯终于停在了1楼，然而地面却开始裂开。男孩大声喊叫，笑面人的面容变得更加狰狞。最终，男孩还是掉进了那个深不见底的巨口。那个巨口的主人正是背负着这座城市，在宇宙中漫无目的漂流的星星，而他一天的食量仅仅就是吞掉3万人。